今日咧绕墙的时候，你甲同步医生，เรา节目地图เรา大家来分享。不过咧，节目一开始吼，你先来看一篇短片。大家好，我係朱正光，先祝祝公英，我係東院院長，我係做球衣李信燕。有看到嗎？家下看到咧是你係朱然總哦，使到老朋友你今日來賓，該是你因為同步醫人嘅然總朱建光朱然總。大家好，我係朱建光，台北嘅仁愛動物園嘅院長。其實講到狗，你基本嘅主題是讓你鄉親朋友來分享講，你下你現代人哦，當奇怪嘅，像我而家講咱吼係講是行路，你講散步吼，其實個規則講咱吼，該狗老鳥行嘅比你人行好多誒。對啊，懂懂。因為你下個運動上當奇怪，其實電腦好唔講聲音啦，電腦好學狗啊學鳥，伊記得講狗鳥都不喊做你讓你講話啊，像性感挑個好朋友啊，上次係講性侵好，落去講啊，喊做你別人嘅飼料，飼料嘅片，你人性侵好個平到以後咧，你下。係咩？按樣講，你就你講，你同步醫人嘅生意咪很好，因為大家都學狗學鳥。你下冇學嘅聲音啦，吼，學狗啊，學鳥啊，哦，學沙啊，哦，青蛙啊，還有個兔子啊，吼，東東。所以講到你下東東人嘛，吼，佢哋講全部學狗、學鳥、學沙、學兔啊，啲冇學聲音，因為學聲音好艱苦。咁醫生你自家要學寵物冇？我做唔得學蟲，做乜樣講？宿命，我為做個球衣吼，是有一個情節，就是我學18隻狗，哦3隻貓，還有一隻綠鬣蜥，還有一個巴西角蛙，養這麼多，沒有一隻可以活過兩年。2年，你講嘅係你做醫生之前，冇從小，從細到大，你共幾條狗？18條狗，18條，三隻貓，上條鳥啊。因為這個原因就是，從小到大養這麼多隻哦，狗啊鳥啊，最後一個是第17隻啊，因為以前都是。這啊，被毒死啦，哦，發情走掉啦，哦，被車撞到啦，哈，生病走掉，啊，你看這麼多隻哈，沒有辦法，都是因為這些意外走掉。很都奇怪感煙性哎。對，然後第17隻是也是以前呢養第17隻狗之後，那講啊，總沒休狗啊，因為它都不會超過2年，因為都活不久。哦。好了，結果第18隻狗呢，是在我自己在動物園的時候，因為銀行有個臘腸狗，臘腸狗，臘腸狗給送來一條，要怎麼的？你怎麼的送來？因為哦，給活不過2年。你講，為什麼？我說就是不知道會不能超過2年了。後來他強迫養那個把那個臘腸狗送給我。那時候那臘腸狗比較特殊是，在北京考獸醫師執照。利用越洋電話打電話，我給狗難產了。難產了，他講狗難產怎麼辦？然後就電話裡面去指導他怎麼去幫他助產。然後後來那隻狗生出來以後，他說這隻就留給你做紀念。對啊。這個我說你不要送給我，他說這個就絕對要送給你，因為該給名啊，我剛你取好了，那叫 money，讓你賺大錢。我說你不要害我。結果後來想啊，我養那麼多狗，只有臘腸狗沒有狗，那我就好就接受就養它了。小時候都很保護哦，就一直這樣保護好好的。然後我以前最討厭就是抱狗。最後因為是為了要保護它，最後就是，比如說過馬路的時候啊，狼人哈，還有記得有一次就是我記得那天開刀開到凌晨5點，也是精神不是很好，然後
然后我把那个我记得中午的时候，我就把狗带回家，也是抱着，过十字路口，他在家里面这样绕一圈，每一个人都打完招呼以后，然后很高兴的，我也吃饭，应该吃饭了，去给那个吃饭，因为还有健康啊，好，把他抱起来过十字路口，那个在医院前面，已经在医院前面应该安全了，一个表下去，用右边表下去，去走了个左边。左边突然转到左边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台那个载水的车，办公室那种桶装的载水那个车，有可能要赶着上班，就直接就碾过去了。碾过去怎么办？一看已经不行了，流血，鼻孔两个流血，嘴巴两个流血那就直接就帮他做安乐。我爱来问你个自然种问题吼，你讲到动器官的，像爱某还没有学两条狗，不过可能咪某狗要动斗改经验，像你拄到像一啲囡仔，係講持到身體唔爽快，你當面係咪一下流鼻水有冇？一下頭哪痛你是話哎呦，都你後呢有點溶啊，是啲講可能我是看醫生，你可能冷到嚟感冒，不過狗是冇強咯，像你學狗同你做冇看，你是看見樣冇乜解冇強咯，你係容易來判斷，你講斷了了，你學嘅了了重複。到底記得係咩不平咧？從狗嚟講，然後睇啲好多人來學，用人來看記得係咩身體唔爽啊，因為記得唔會講啊，係。以前講嘅狗又生病，鳥兒又生病看鼻子，看鼻孔乾掉了，就有問題。其實這個比較不正確啦，這比較不正確。應該正確是說，因為狗鳥這種動物，它天性就是愛吃，非常愛吃，所以食慾講食慾好不好？食慾好不好，其實是在它有沒有生病是一個判斷的一個標準。只是那個食慾是排第一，所以說我們就要看，因為狗那個 Q 的寵物又生病嘛，看佢給唔給血。血好少，冇買小環血，冇買食慾，是先注意了。了解有可能生病了呀。第二個有可能鼻子，看眼睛，眼睛紅紅的，有可能發燒啊。冇中風冇係有可能發燒，你係結膜炎啊？不一定，來看眼眶，眼眶用水溫摸一下。有沒有熱的？那時候你覺得有點熱，那也可能發燒。然後還有時候你要看有沒有流鼻水，鼻子本來是濕潤的，但是貓不一定，貓的鼻子其實就比較乾了，狗的鼻子第二個鼻子就比較濕潤一點，有流鼻水，那個就有可能是什麼感冒之類的。那它還有常常會有一些狗會咳嗽，貓不會咳嗽，貓應該說貓咳嗽就很恐怖，狗咳嗽一下，好像這樣子的咳嗽聲的時候，有代表不同的意義，心臟有問題，或者是肺臟有問題，一個是小感冒、咳嗽感冒，也有可能是心臟病的感冒，尤其是老狗，老狗有可能就是會有可能是心臟病引發的咳嗽，所以很多人都以為狗咳嗽好像覺得沒什麼，了不起，可是老狗咳嗽問題大概都是在心臟，哇，頭先先講起來，其實。我哋其實冇想到咁多咧，我哋話都是吃到狗，可能是係吃到，你看佢可能要買個清空，可能有東洋蟲，你就會電擊薄片。你家下講到一陣，我頭擺完全冇想到嘅，是係發燒。你終於當下咩狗啊？咩雞啊、狗雞啊、身體咩頭呢？從來都唔是想講做咩耳孔，耳孔係講咩到燒，有可能是發燒。你從因是咩耳頭嘛？所以狗係咩耳孔？咩耳孔？還有我們講的腹斜部了哈，腹斜部，該逼啊，腹斜部呢，你會覺得熱的，熱有可能，肚子熱的也有可能是發燒。哇，所以鄉親朋友係講，要不係要學狗吼，我看佢可能冇買上食東西，可能有點不平，不過體重來上去做啲咩下幾個，你講耳孔啦，個醫生講耳孔，冇是講你講從你其實卡下啦，冇是。腳鼻改變，還冇寫肚臍那邊，可能有燒嘛？講有燒，有可能是係發燒，第一是係感冒咧。剛才有講到凍蟲那個性蟲嘅問題被錯，還有個吐啊，
鸟儿 L， 毛球症哦，可是狗给L 的时候，那个问题有时候是胰脏的问题，哎呀，一直吐，还有可能是比如说什么肠胃炎、病毒性的肠胃炎啦，哦，没有打疫苗的狗就很容易得这个所谓的出血性的那种肠胃炎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明病叫富贵病，胰脏炎啊，血糖高，哎，水果哈，常常喂水果的主人就要特别注意了。对啊，因为想哦，爱吃水果，哎，是哎，哦，好可怜啊，眼睛可能啊，给你一点，不一张，好，不一口，好，好了，日积月累之下哈，那个它的胰脏就是开始会渐渐，因为你想啊，胰脏哈，胰岛素嘛，啊，还有什么胰蛋白酶、胰脂酶，那些东西哈，全部的东西都是交给胰脏去处理。啊，在狗其实吃水果，很多人都说啊。你有冇成药啊？是掠到狗子后电脑好控起，系咩原因？其实唔系。唔系，给我吃水果，大家会误认为说，哎，吃水果是人吃水果健康，维他命 C。错。哎，狗狗不需要维他命 C， 因为它自己本身会产生维他命 C，所以吃水果哦，对狗来讲是没有意义的。对呀。是狗子对狗电动来讲系冇意义嘅。哎，我哋就是做唔错，我哋想讲狗咪是水果好控起，冇被成药，电动唔好呢。有爱，因为狗鸟儿啦，讲鸟儿系纯肉食性动物，就像老虎、狮子，对，它是纯肉食性的动物，所以鸟儿总得吃素。哦，鸟儿吃素哦，那个接下来大概可能连续吃素1个月到2个月就开始会生病。可能甚至会死亡。如果狗的话，因为是经过人类的驯养，所以它变成所谓的杂食性的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它是以蛋白质为主，所以给我是牛，鸟更要吃肉。